新聞一開始先看站9點過，台中一間已經收起來飯店火燒，消防是趕緊前往拍火，對於樓尾頂救到6個人，全部送醫。詳細導火原因是閣愛調查。大火甲烏煙直直堆內底衝出來，對公車站牌會當知影事故地點就發生佇台灣大道中華路口，也閣有火車對3樓落落來。7月19暗時9點左右，台中市消防局接到報案，在台灣大道一段一棟5層樓結合式主體發生火災，隨派14台水靈車29個人去拍火，去到現場發現導火的地點，那像就是佇個3樓，也閣有人掉佇個內底。攏總有2個查甫，4個查甫甲一隻狗仔走去樓尾頂避難，天推到場協助，甲人送轉來到地面了後，因為6個人攏有砸着傷，送去中國附醫救治。消防隊東部清查大樓，確定無其他人員受困。對面徛街看出去，嘛會當看到柑仔黃的火當中透藍一寡藍紫色，也閣聽到爆炸的聲音。根據了解，這棟建築物進前是已經停業30棟的西北大飯店，受困的就是創辦人一口罩5個人，也閣有外籍看護。導火原因也閣需要進一步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